大家好，歡迎翻嚟 Watson Sour。咁唔知大家買酒嘅時候會唔會以分數作為參考呢？咁今集米酒煲系列，我就會同大家介紹13款來自世界各地嘅滿分酒，大部分只係於網店限量出售。開始之前，記得 like、comment、share 同 subscribe。咁我哋即刻開始。講到神級滿分酒，大家一定會諗到經典嘅82年 Lafite 啦。酒評家 Warburg Pincus 堅信82年會係波爾多20世紀最偉大嘅年份之一。咁所以咧就俾咗完美嘅100分。咁而喺1982年之後咧 Warburg Pincus 亦都多次為 Lafite 評出滿分包括呢一支2010年份 Warburg Pincus 形容佢 very impressive， 順口濃郁，氣勢磅礴，散發住白朱古力、Mocha、雪松同埋木炭嘅芬芳，酒體飽滿又不失 Lafite 獨有嘅輕盈飄逸，仲有半個世紀以上嘅陳年潛力添。而我手上呢一支2010年咧，仲要係 Ex-Château， 質素非常之有保證。其實 Watson Sour 有好多 Ex-Château 嘅滿分酒，就好似呢一支同樣嚟自波一地區嘅1986年 Mouton， 咁佢得到 Warburg Pincus 同埋 James Suckling 嘅雙100分。咁呢一個傳奇年份咧，被兩位酒評家一致贊同，有住完美嘅平衡，亦都展現出 Mouton 標誌性嘅緊緻單寧結構，一如以往地有強勁嘅濃郁石蜜同雪松香氣，係一款充滿力量嘅 Mouton。另外 Chateau Margaux 嘅1996年同埋2000年都係滿分嘅酒款，亦都係 Ex-Château 嘅酒嚟嘅。咁 Chateau Margaux 嘅1996年咧就被 Wine Advocate 形容係96年嘅年度最佳紅酒之一，亦都好可能係90年代左岸嘅巔峰之作。咁佢可以滿足你對一級裝嘅所有期望額，從果味嘅變化、口感、單寧、酸度同餘韻都有住極致嘅表現力。咁至於2000年嘅年份咧 ，James Suckling 曾經喺2010年同埋2014年兩次品嚐呢一支佳釀，睇睇佢嘅變化。而喺呢一兩次 tasting 入邊咧，佢都以無可挑剔嚟形容，俾咗100分滿分，甚至講到難以揾到完美嘅形容詞嚟形容佢。咁深邃嘅花香、覆盤子同士多啤梨味，依舊絲滑嘅口感，咁多年咧亦都係冇變過嘅，係一支永恆嘅佳釀。除咗波爾多，其實南美都係滿分酒嘅大戶。咁嚟自阿根廷嘅高海拔種植專家 Catena 就有唔少嘅100分酒款，當中包括2018年同2022年嘅 Whitebone Chardonnay。James Suckling 咧更形容2018年係一支靈魂之作啊，亦都係阿根廷嘅 Montage。咁從果香、酸度到餘韻都不同凡響。而2012年嘅 Fortuna Terray Malbec，James Suckling 就話佢有住難以置信嘅純正度，野花同石頭氣息突出，精準而有深度，空靈夢幻，係 Malbec 嘅完美演繹。咁至於2016年嘅 Riverstones Malbec 就俾 Warburg Pincus 大讚佢驚為天人，完美結合力量同優雅。紫羅蘭、香料、煙草同石灰岩等等嘅香味非常細膩，係 Catena 有史以來最好嘅葡萄酒。去到鄰國智利，除咗大家都熟悉嘅酒王 Chadwick 同 Senya 拎過100分之外，其實仲有兩個酒王。先講 Amarfifa， 佢係1997年由 Mouton 同智利著名嘅 Concha y Toro 合作成立。聽到呢兩個名就知道酒莊唔簡單啦。咁佢幾乎囊括咗世界上所有嘅大獎同8大獎項。佢嘅出品以波爾多經典品種 Cabernet Sauvignon 混釀為主，咁結合咗波爾多嘅頂尖釀酒技術同埋智利得天獨厚嘅風土條件，既有波爾多紅酒嘅優雅同複雜，又有智利葡萄酒嘅獨特風味。2015年同2017年更加獲得 James Suckling 嘅滿分肯定，特別係2017年 James Suckling 形容佢為有住狂野嘅異國風情，例如黑果、貝類同大地氣息。更為佢冠上 Wine of the Decade 嘅頭銜。另一個酒王就係 Coonawarra。Coonawarra 係 Casa L'Apostol 呢個酒莊嘅旗艦酒。咁佢嘅背景咧同 Amarfifa 都好相似，都係結合波爾多嘅頂尖技術同智利嘅絕佳風土條件，嚟釀出世界級嘅美酒。Coonawarra 以極高嘅質素嘅葡萄酒帶領住 Alpata 產區發展。最終喺2018年獲得智利政府批准成為獨立嘅 DO 產區。酒莊以 Carmenere 混釀為主，運用自然重力嘅釀酒方法，保留佢嘅果香。咁佢嘅2021年係第4次獲得 James Suckling 滿分嘅年份。複雜嘅新鮮花香、紅果、黑果香氣濃郁，仲有淡淡嘅白胡椒氣息，同單寧完美結合，形成無盡嘅餘韻，優雅細膩但份量十足。
接落嚟，我哋就講講美國嚟自 Napa Valley Oakville 西面山脊嘅 Promontory。2018年係今日介紹嘅酒入邊拎到最多100分嘅酒款，包括 James Suckling、Decanter、Jane Anson、Windorers、The Wine Independent。Promontory 係由 Harlan Family 成員 Bill Harlan 創立，而家由第二代 William Harlan 主理。酒莊鄰近家族姊妹莊園 Harlan 同埋邦，以出產 Cabernet Sauvignon 為主。Promontory 無論喺風土同釀酒工藝上都係獨樹一幟。風土上 ，Promontory 嘅葡萄園擁有火山岩、沉積岩同變質岩。咁變質岩咧喺 Napa Valley 嚟講係非常之特別，亦都係令葡萄酒擁有着濕石、石蜜、青苔、月桂香氣嘅關鍵。咁釀酒工藝方面咧，酒莊使用奧地利製嘅大型 Staudinger 嘅橡木桶嚟熟成酒液，佢嘅熟成速度就會更加慢。橡木桶嘅影響亦都會較為失衡，咁所以 Promontory 嘅酒都經過最少5年嘅陳年時間先推出市面。睇翻一致酒評家嘅評價，大家都一致贊同佢嘅黑果味出眾，飲落非常之精緻優雅，亦都出色反映 Napa 風土嘅精髓。而另一個 Cult Wine 嘅代表 Opus One， 佢2013年就俾 James Suckling 評為滿分，咁更加讚揚佢係 The Greatest Opus Ever。濃郁嘅黑果同花香交織，仲略帶煙草嘅芳香。細膩嘅單寧咧同酸度完美平衡，餘韻持久複雜，帶有黑色水果同金桔嘅芳香。至於價格比較親民嘅滿分酒，就有人稱 BV 嘅 Beaulieu Vineyard George de la Tour Perfect Reserve Cabernet Sauvignon 2019。James Suckling 對佢嘅香氣同 texture 都非常之驚豔，形容佢喺金骨味之上融合黑醋栗、石蜜、鉛筆芯、花香同濕土嘅芬芳。喺口中不停變化，表現力極佳。細膩嘅單寧亦層層遞進，口感層次非凡，美韻綿長。意大利方面，除咗有我哋之前介紹過嘅 Cumgiuri Brunotto 同大家都非常熟悉嘅 Sassicaia， 咁仲有呢一支 Massetto 2021。2021年咧係 100% Merlot， 喺 100% 法國新桶陳年24個月。Windorers 嘅滿分評論就係講到2021年唔單止葡萄酒表現出色，仲更加展現咗酒莊喺呢幾年嘅變化。2021年相比起之前會更加精緻，甚至係 Windorers 試過一支最精緻細膩嘅年輕 Massetto， 亦都更注重線性嘅力量多於份量感。試過後絕對會對酒莊有重新發現。最後介紹埋澳洲，澳洲有住性價比最高嘅滿分酒。先嚟俾 James Halliday 評選為2023年度8大酒莊嘅 Yangara。佢嘅首席釀酒師 Peter Fraser 利用傳統嘅釀酒方法，釀出龍河品種葡萄酒，特別擅長釀造老藤 Grenache。咁呢一支 High Sand Grenache 係喺酒莊嘅巔峰之作，用咗1946年嘅老藤釀造。咁2019年咧更加獲 James Suckling 評為滿分，以 Plush 嚟形容佢嘅果感、口感同香氣 ，intensity 同餘韻都非常強勁。咁最後一支就嚟自 Stanish。James Halliday 曾經讚過佢嘅釀酒師 Dan Stanish 係 Barossa 大師級持旗手，引領住 Barossa 酒區嘅發展。呢一支 Shiraz 以96歲嘅老藤釀造，產量極之稀少，獲得 Wine Advocate 100分嘅2022年咧，只係用咗2桶嚟自 Stone Garden 葡萄園，即係 Limila Vineyard 嘅園子嘅葡萄釀造。桔、血橙、紅茶等等嘅味道喺口中變化，餘韻有住檀香、石榴、玫瑰同雲呢拿氣息。可以嘅話咧，甚至建議分2日去品嚐，由時間帶俾佢嘅複雜度同埋絲滑質感添。今集 Watson Sour 就嚟到呢度，想買酒嘅朋友歡迎嚟臨門市，又或者點選 InfoBox 嘅 link 去我哋嘅網店選購。咁走之前記得 like、comment 同 share 同 subscribe。咁我哋下集再見，拜拜。